良好的姿態。我們要常常保持良好的姿態。坐、立或走路時，我們要挺直腰背。閱讀、背書包或搬運物件時，我們也要保持姿態正確。不良的姿態會使我們的脊骨變形，影響身體健康成長。良好的姿態。我們要常常保持良好的姿態。坐、立或走路時，我們要挺直腰背。閱讀、背書包或搬運物件時，我們也要保持姿態正確。不良的姿態會使我們的脊骨變形，影響身體健康成長。